后来，来是花莲的吉安乡，早起的7点52分，发生着规模5个地震，有真侪国小的学生戴着防灾的头套到运动场来避难。这个常常发生的地震，是互花莲灾区的民众活要惊死，因为一楼的灾情也未复原，就惊会个造成灾害。食物处广播，由于刚才发生地震，各班现在的防灾手套到地方集合。国小学生戴干嘛色的防灾头套，老师带因行到运动场避难，学生排队行真紧，嘛主动排好队伍。原来伫今仔日透早7点52，花莲吉安发生规模高的有感地震，那所在学校那这一间。花莲县北平国小伫咧地震发生时，学生嘛配合广播，和老师随撞到运动场里，嘛惊会有余震造成危险。原本真平静的吉安乡乡天有地震，就和监视器嘛对咧顶会准。我也是很恐怖啊！想到那个深山里面那个瀑布啊，在地震的话会不会下来？刚过这个台风灾后现在又遇到地震，当然更害怕。我有跑出去。乡乡发生地震，互透早起床的民众全部拢惊甲醒起来，加在无传出灾情。不过地震气象中心提醒，可能阁会有规模4到4.5左右的余震，尤其伫花莲灾区石头仔土石软，拢爱特别注意家己安全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